各位早晨，今日係8月29號星期五，歡迎收睇香港早晨。早晨時陣，早晨嘅。嗱呢兩日雖然落雨咧，但都幾熱口。係啊嘛，今日咧都大致天晴翻㗎，但係局部地區咧仍然係有驟雨，天氣炎熱，最高氣温咧大約係32度。咁至於風勢方面咧係吹和緩嘅偏東風㗎。展望聽日咧係大致天晴同埋炎熱，下個星期初有幾陣驟雨。睇下今朝嘅新聞提要。早晨，今日係9月1號星期一，歡迎收睇香港早晨。早晨時陣，早晨，嘉怡。嗱，今日開學日啦，落雨啦，啲學生哥翻學都最好帶翻把遮喎。係啊，咁啊，因為咧今日預測咧都係大致多雲㗎，初時咧有幾陣驟雨啊，咁啊日間呢部分時間有陽光，最12度，吹和緩東至到東南風。展望未來2、3日咧係大致天晴，天氣酷熱。睇睇今朝嘅新聞提要。